泰國近代傳奇白衣法師阿贊峰，泰國大城府出世嘅白衣師傅，當地人稱佢人緣法術精深。阿贊峰細個體弱多病，因為鼻病要切咗鼻，成日俾人笑，俾人蝦，但佢冇放棄，反而行上修行學法之路，專攻人緣同魅力法門。一生曾經喺多間寺廟修行，後來去到曼谷著名嘅金山寺跟高僧學法，最後選擇以白衣法師身份教導信眾。喺戰亂年代，政府邀請多位高僧為士兵製作護身聖物，其中唯一嘅白衣法師就係阿贊峰。因為佢唔識字，冇喺布上寫經文，而係用長刀插入口，任由鮮血滴落薄布，一邊滴一邊持咒，之後再用血噴灑白布，剪成細塊份俾士兵佩戴。傳說好多人憑住啲血符布喺槍林彈雨之中平安歸來。阿贊峰一生幾乎冇親自開門做佛牌，最出名嘅反而係信眾自己沖晒細張嘅法照，再拎去俾師父親手加持，變成頂級人緣。豪花招客聖物，阿贊峰嘅法門以人緣、豪花招財最為人熟悉，可以避險擋災，遠離小人。信眾相信佩戴佢加持過嘅聖物，可以幫助人提升魅力，化險為夷。想知道更多資訊，留言話我知。